好打到。等下，我搞一搞個 tripod。好，第二個。擋到啊！哦，中頭啊！一衝前嗰下中頭啊！第三局。擋到，好入到，開明都中少少，係4個。好，切到阿 Anderson 前手，第5局，好吉到，第6局。避開咗，好打到，第7局，係篤到個頭，挨後都冇用嘅，第8局，啊搏到個頭，第9局。好中咗腳，第10局擋到，係中咗腳。11局，好12局打完呢局唞唞先。啊吉到應，好唞唞。好，可以啦，第1局。好，唔係咁樣埋去，唔係咁樣埋去，係真係衝埋去。係，第2局。好，打中。係乒乒乓啷衝，一路打佢一路衝埋去嘅。第3局，因為你越慢咧，佢就越有機會走喎，同埋瞄準啊！如果你要揀用主動進攻就係咁，擋到，好，背脊都花咗，未衝得夠快，即係直頭係起碼都要行路嘅速度啊！第4局，頭先嗰啲連行路都唔算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吉到隻腳，有冇吉到腳？有吉到腳，吉到腳。第5局，係得咗，成功咗，係得㗎其實，不過你真係要行咯。第6局 ，jam 到啦，係啦，冇錯啦，係啦。第7局，即係唔係之前嗰種龜速移動，係打中個膊頭先。第8局，啱啦，係得咗，係咪唔同啊？即係要肯行咯。第9局一路打一路行，啱啦，係中咗，係，但係你起碼令到佢逃走啦。係，好，第10局，係吉咗落隻腳度，好，俾人過先，好。1局，哦，中咗腳，佢就中咗。好啦 ，last round 啦，12局。
搞笑，我自己車落埲牆度。